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疑案之声少年人的现疑广告电台。顶一集呢，阿金刷伫咧，伊讲伊去互绑票一个所在，今仔来刷落来呢，就来问讲你是囝，会去互绑票的？可能是因为我细汉阵真古锥吧。哦，真敢讲。无啦，因为迄时阵我做念阮爸的，啊有一工阮爸就讲伊要去开会，伊早就迄款企业可能叫狮仔会吗？哦，数字会，狮子会，嘿差不多就是狮子迄款的会，无就是啥物中小企业的会。对我无中写小企业嘿中小企业的，我无写确定讲是倒一款的会。哦，扶轮社啦、数字会啦，就参像迄款公民会啦、强制会啦。伊就讲伊要出门去参加，我就开始录讲爸，我嘛要去，我嘛要去。迄差不多幼稚园大班的时阵，爸爸就讲啊，伊干那伊要去尔，我伫咧厝诶，甲阿嬷佚佗啊，因为阮是住伫咧巷仔内，啊阿嬷拢会带我伫咧巷仔内咧骑脚踏车安尼。啊，迄工咧，我就伫遐哭讲，爸爸拢无要带我出去，啊阿嬷就讲，无你就直接骑脚踏车啦，算一下就好啊。讲好好好，我就骑咧，阿嬷就讲，伊要先倒去厝诶，去便所一下，啊叫我家己佚佗。我讲好。啊，就伫咧巷仔口诶时阵呢，就一个槟榔搭，卖槟榔诶查某囡仔，有一个差不多是阿伯诶年岁诶人，骑奥多麦，伊就讲妹妹，你哪会一个人伫遮？啊，我就讲我要找爸爸，伊就讲你要找爸爸哦，我带你去，我听当然好啊，对无？带我去找爸爸当然好啊，我就上车。伊就骑奥多麦，甲我载。我印象中有过一个大桥，对，嘿，过桥了才讲我要便所，伊就甲我带去桥骹去放尿，啊放尿了，伊就继续骑，迄个风景就愈来愈暗，愈来愈亲像庄脚安尼。恁兜毋是嘛咧住？哦，恁是市区，市区，嘿，啊，就愈来愈庄脚，啊边仔厝差不多。敢若一楼、二楼安尼尔，我讲迄款较悬的，嘿，啊，伊就甲我嘛是共款，甲我带去一个足暗的迄款巷仔内底，伊就讲我要去买红茶，要去买一摊红茶，你伫遮，你爸爸就伫咧这附近，你家己去找。我讲好，啊，我就落车，哪会遮戆啊？我讲好，我就落车，我就开始一间一间哦，遐就。巷仔内几啊间厝嘛，我就一间一间，就伫遐爸爸，你伫对爸爸安尼叫，啊叫后壁发现讲，敢若毋对，开始哭，一边哭开始爸爸你对爸爸安尼，后来有一个阿姐，伊就是徛迄款野人伊会有，迄款伊开始啵过来，讲妹妹哪会伫遮？我讲我要找爸爸，伊就讲好，我带你去警察局。去警察局了后呢，警察就问我讲，你敢会记你厝的电话？我讲我会记住。我虽然甲大班尔，毋过我会记。我讲我电话是几号安尼。结果敲过去发现敲袂通，因为阮厝的人发现讲我无去了后，就开始甲亲戚朋友讲斗找因啦，安怎，世界拜托甲伊斗找，所以逐个人拢敲转去阮兜问状况安怎，电话都互遐线占掉，嘿，啊，后来呢是，讲到这就足奇妙，就有一个可能甲警察是朋友的人吧，伊就常常去警察局泡茶开讲安尼，伊就行入来就讲，啊，你毋是迄个像的查某囝？啊，警察就问我讲，恁爸爸敢是叫迄个名？我讲嘿啊。啊，后来伊就用伊的手机啊，敲互阮爸的手机啊，都毋是厝内电话啊，就发现讲敲会通，就讲啊，恁查某囝伫咧倒一个派出所遮啦，啊无我甲你载转去，嘿，啊我就安尼结束这足奇妙的绑票。其实这敢有绑票？这因为
即个若是讲头一个阿姐是真正要甲你拐，伊哪会甲你放落车，叫你家去找？其实伊敢是绑票哈？我是有一个疑问呢。因为有一摆较大汉了，可能是搁小12年，有一摆搁伫阮兜巷仔口，我袂记是阮妈是阮爸甲我载时阵，就敢若是迄个人哦，伊伫咧巷仔头叫讲，我要找你啦。哦。后来阮爸就先甲我载转去厝诶囥诶。哦。后来我就毋知说，所以我想讲，敢会是？哦，可能是债主。敢是要讨笑，毋是完全债主哦。阮兜迄时嘛无欠啥物笑啊。无，哪会找恁爸？伊就熟悉恁爸，伊应该是熟悉恁爸。嘿，我感觉有可能，毋过就是即下代志，我伊甲你载去，本地可能想要甲你绑票，徛想无准拄煞，我感觉有可能。对，才会安尼。其实这当写做笑亏呢，你哪会无爱写？你讲就是。你看，你互两个阿姐载过2届对无？3个阿姐，嘿啊！你看，这就有符合咱笑话讲迄落正反合的逻辑有无？嘿啊，连续3个，第3个毋知搁出起来好安怎拄安怎？这当写笑话啊，搁有你就是再到就想讲，对我来讲，这个代志再到一半想讲这可能。200箍人嘛无要滴，我毋是讲一桶红茶啊。嘿啊，一桶红茶嘛无够啊。伊要去买一桶红茶，就甲我放落来。对啊。嘿，毋过因为即个代志对我细汉时影响介大，因为我细汉时我完全毋敢坐，就是背后靠门安尼。靠门。就是我毋敢坐咧门边就对。嘿，我一定爱目睭看着门。目睭爱看着门，看无门你就会惊。我就会惊，就会感觉讲后壁一定发生啥物代志。你要安怎坐飞轮机咧？飞轮机看得着门啊？无啊，有诶位就无门啊，看无门啊。因为门是伫飞轮机上头前啊。哦。你知影讲门伫迄个方向？你坐车嘛，敢知影门伫迄个方向啊？对，其实你知影门伫倒一个方向，就是你会当看着遐有人会当入来出去，安尼都会使啊。嘿。坐车就袂使无门，倒一台车无门。嘿啊，那对啊，那有啥好惊诶？无我坐车袂惊，是讲伫一个可能房间啊，还是要开会所在啊。我都爱看着门伫啥物所在，因为我感觉迄个门随时拢有人会入来，然后做歹代志。安尼带带你去算迄个密室逃脱。但我感觉我愈大汉，即个代志都较无影响着我啊。我是感觉应该赶紧甲写做笑话，因为即个经验真少人有，就是绑票了搁活落来，绑票了搁无要讨钱安尼。嘿啊，对啊。奇怪，我应该该有记带得着啊。你最近咧讲笑话，你拢咧无用啥货？你敢是有专场要表演对无？对，我有家己的专场。毋过咱节目若播出的时阵专场，你的专场应该已经演了演煞。嘿，毋过你后盖个会有对。嘿，对，我有一场加演的场是伫咧11月底。11月底有可能咱的节目拄囥咧网络顶头不要紧，但是伫咧12月时阵，有一场叫做正港母女。正港母女，正港孤女啦。孤女啦，无毋对，孤女。正港舞女。嘿，对，就是有5个吼，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演员，无共款气质的演员。对，无共款气质的演员，我会讲，无共款的笑话。毋过是全台语的。无毋对，是全台语哦，而且本来有笑话尔，可能一寡精彩的小彩蛋。是安怎？我会知影遮详细呢，因为呢，我嘛是其中一位演员啦。无毋对啦。咱两个搁有另外3位演员呢，要做伙来做这个正港舞女啦，毋过华语就是正港舞女啦，5个女人的故事安尼啦。因为咱就是
咱就是其实咱本地就有用台语吼，台语套南华语咧讲即个 open mic 啦吼，单口喜剧即个尾啊，就是因为讲了，结果有一寡咱即个拼盘秀也好啦吼，也是好啊，那大家开始较食咧讲台语用台语去讲即个喜剧公司台语台拄好在报即个台语 talk show 嘛。咱尾啊，就咱嘛有去比赛嘛，对无？咱咧比赛场就小拄着，小拄着就继续大家继续用台语咧讲喜剧。无对，而且阮即摆即出演员呢，毋若是干那伫台北演员嘛，有高雄甲台中的演员，亲像韦德，无毋对，韦德伫网络顶头有一个，就足侪人拢知影，拢看过迄，就是讲迄落胖。我毋知这，伊毋知这哦。伊讲看到查某囡仔胖若是搁较水的就胖若看到坑猪就是胖。哎哟，这尔啊胖哦。若生气的时阵呢，就是气，气，拄着警察来开单，干呀鸡掰。无迄个气，这网络足侪人咧看呢，因为大家个则为即个喜剧则知影讲原来台语有去，咱即个号做AAA， 还是 AAB， 还是 ABB 的句型安尼，胖讲。讲胖，就这红记记啦，乌噜噜啦，安尼，白苍苍啦，安尼。其实这就是台语趣味水气的所在啦。若放伫咧，喜咧，放伫咧喜剧内底，迄个观众可能听无到8成9成，毋过伊听迄个声，伊就感觉古水，其实伊嘛笑会出来呢。对无？我感觉这就是台语上水的所在，因为伊咧讲的时阵有一个要安怎讲旋律嘿啦，因为七声八调嘛，对，伊的声音悬加啦，无毋对，比华语搁较精彩，敢若唱歌咧，真正，咱讲话就敢若咧唱歌。除了这个喜剧以外，其实你嘛是伫咧读表演嘛，对无？对。你的表演差不多是。为倒一个方向是演戏，还是跳舞，还是唱歌，还是？其实我自细汉我就足介意表演的。各种就对。对，就是迄款过年的时阵，就会讲来，妹妹来跳舞啊，来唱歌啊，来表演一下迄款。我讲好，因为红包会较济。愈大汉了，我就想讲，我想要学表演。然后大学时我都读表演啊，然后然后应该安怎讲呢？表演即件代志，互我足快乐的，因为伫咧表演过程当中，你会当搬戏，搬做足侪无共款的人，你去体会无共款的人生。所以讲你爱搬戏就对。对，因为我感觉爱甲一个角色表演甲伊足近，你爱去了解伊发生过啥物代志。可能你嘛有可能讲，你爱甲伊细汉可能发生着啥物代志，然后互伊有即款个性，还是讲伊会做即件代志，是因为安怎去甲伊保全起来？我感觉你的个性啊，佮有即个讲台语的即个腔啊，其实你应该是会使去学歌戏呢。你学歌戏应该足趣味的。真诶哦。歌戏内底有足侪戏出，其实就是参像迄落姊妹啊，长拢要嫁翁，老爸替小妹找一个讲缘投漂泊，搁要去考状元的迄款读册翁，互姐姐去找一个较好野的，毋过生了无讲介好，性地嘛无讲介好，迄款翁，是安怎会安尼拣呢？因为姐姐生较歹。我是姐敢是？妹妹生较水，就这惊戏嘛有啦歌戏内底嘛有，两个本地是安尼嫁，结果姐去杀着迄个妹妹迄个未来的翁婿。哎哟！因为妹妹就是伊就是迄落
小姐嘛，小姐就较避暑，拢秘伫咧房间内底，伊就毋知影外口发生啥物代志啊。结果要嫁翁迄工，要来娶亲迄工，迄姐姐就逃走去迄落妹妹迄嘿边，妹妹迄边的花轿。哦，本底是会安尼嫁毋着人哦，结果好佳在迄个查某囡仔啦，佮有啥物一寡有诶无诶，就弄卡成卒，伊就变做讲这嫁互原本要嫁，就这即款故事会当搬，其实就是讲，伊就爱迄落，伊就爱人高追。毋是讲毋是讲生水生歹诶问题，嘛是讲大扩散诶问题，就人都爱高追，高追才演会出来。我后来无继续遮尔啊行表演，是因为我伤悬。哦，因为无人会当甲你配一个男主角的。嘿对，因为我之前有甲其他的老师讨论过，就是讲其实我大考袂要紧，因为有足侪角色需要安尼大考肥肥的角色，毋过我伤悬啊。哦，我遮悬，需要男主角可能更爱较悬，但是即马可能无遮尔啊。台湾敢若无即款演员无遮尔济啦，有啦，但是无遮尔济，所以机会敢有台湾敢有遮悬的演员？你几公分175。175公分，你几公斤？差不多120吧。120公斤，就爱找一个，上无爱找一个183、85。183 club，拢做缘投会使。183以上啦吼。系啊。哦，安尼来甲你配，安尼就画面会较好看对。系啊。哦。所以就是讲，因为我就是伤悬啦，所以有诶时阵戏路会互影响着。这嘛种麻烦的呢。生了伤悬嘛，毋来甲伊剪倒转去。这无法度，你但是讲大考会当瘦，收瘦会当大考，毋过悬你都无法度，啊！你会当卡迄款夹悬大，你都会当悬啊，所以就是嘿啊，无法度。好啦，问看卖有迄个听众朋友吼，恁身边有迄个183公分以上的，想要学表演啦、做表演啦、想要演戏的，其实就当甲阿金配一个。其实演戏剧、演戏剧演戏剧其实是趣味啦。因为这就是，咱即摆做的迄个号做现场戏剧、单口戏剧，就是讲话尔。有当时一个人搬2-3个角色安尼，若是会当正做一个底剧、较底站的，伫舞台顶来有排练啦，佮有啥物有诶无诶，其实迄嘛是即马敢若是足侪迄个剧团，因拢咧搬迄种戏剧对无？剧团的啊。嘿，无毋对，因为即马诶人可能压力较大啦，所以需要看一寡会互因笑诶。你看遮个嫌疑案件，敢讲嘛是压力伤大？嘿啊，因为做戏剧的人，佫袂阁去看戏剧。我有时阵看戏剧是笑袂出来。对啊，你压力要安怎排解？你就看叫太人放火安尼。嘿啊，就是看，就是头拄顶一集甲我介绍的，就是看迄款安怎甲人抬戏啊，把安怎一块安尼挂落来，安尼我讲爽啊！好啦，真期待期待你后摆会当甲你即个家己的故事，去用绑票故事嘛，会当写做一个即个单口喜剧剧本啦写做一个卡本。各位听众朋友，咱这是宜兰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播电台，感谢阿金，谢谢大家，咱后摆空中再会。